要陪他去雷家。你一路送我回天启，我为何不能送你回雪月？明白了，你去吧。哎，萧瑟，你觉得我家千洛怎么样？这和我们刚才说的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。你要真一心想坐上那个位置，我还不放心把千洛交给你。毕竟那个位子上坐的人，在这些事上可不能像我们江湖中人那样自由随性。就说你老爹吧，他那点破事儿，我可是知道不少的。哎，也不知道千洛那丫头找到萧瑟了没有？有那大黄在应该没问题吧？要是唐莲跟着他们，我还能放心点。哎，都是让人不省心的孩子。大师兄啊，你终于来了！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你不知道啊，一群杀手莫名其妙的要杀我们，还一个比一个厉害。我们这就带着大师兄回头，狠狠揍那些人一顿，是不是萧瑟？先吃饭吧。小二，来一盏菊花酒，换4、5个小菜。据说你们九霄城的桂花糕也不错，也来上一份。哎，大师兄，走。你们这一个把我当侍卫，一个把我当财主，就不能拿出点雪月城城主弟子的气概来？气概什么呀？你不知道那个杀手那柄剑有门板那么大，在他手上灵巧的就像是一根绣花针。我和道剑仙的弟子李凡松2个人都打不过他一个。明侯是暗河。雷无杰说的那个是苏家的杀手，是一柄巨剑，叫苏昌黎。暗河是江湖中最神秘的杀手组织，前朝就已经存在，比雪月城都早了100余年。但是江湖上关于他们的讯息却很少。你们遇到的苏昌黎是少数在江湖上留下过名号的杀手，算是比较有名的。比较有名？对，很有名的，比如持伞鬼，据说总在下雨天拿着一柄伞出现，像是鬼魅一般取人性命。那就是传说级别的杀手了，不过已经10几年没有出现了，据说已经死了。我听阿爹说过持伞鬼，他好像是当年的暗河第1杀手。哎，师兄，你说我们4个人回去能打得过那个苏昌黎不？